后来这个庄脚所在有真侪乡亲买阿嬷食点心，拢是食这个烤鸭底，也就是蚵底。这个南投有一间蚵底真特别，是用番薯叶啊包鸭过粉浆落煎。啊，若分林西咧，这间咧是用王金的蚵仔。这个蚵仔真大粒，啊，韭菜佫包真多哦。这个蚵底南投味甲云林味，倒一味较着人客味咧。今仔日的美食大车饼。以前的展示铺一站粉浆加韭菜、高赞塔和蚵仔，佮铺一站韭菜，掠做一个圆形，甲蚵仔拢包掉咧。上尾啊，佮抹一摆粉浆，落油鼎来煎。金色蚵仔切做4份，佮掰开来看，蚵仔拢真大粒，毛加真侪韭菜，互大家看甲嘴烂，拢强要滴落来。物件鲜，卫生。这是开伫云林西里的店家，头家娘讲，每一个蚵仔底拢爱煎12分钟。蚵仔底灵魂蚵仔用的是王金的蚵仔。即摆蚵仔上肥上水，好食鲜。南投有一间蚵仔底灵魂是伫外皮。拿一个心形的番薯叶啊，包蚵仔、韭菜，佮有肉，边边角角拢抹粉浆，熬做三角形落煎。这是店家的包叶仔蚵仔底。民众加一喙，外皮口感就敢若是咧食饼同款的滋味。皮吼拢足酥足脆，啊内底吼迄内馅吼嘛拢足嫩的。包叶仔蚵仔底，头家讲有特别的由来。就有一次睡中午，然后一个仙女跟我讲的，然后她说叫我地瓜叶下去包一包就可以了。云林蚵仔底和南投蚵仔底来相比，云林的蚵仔韭菜料济实在，蚵仔大工拢是上青的。南投的蚵仔底包番薯叶仔，外皮个酥酥脆脆，民众介意倒一味咧。一礼拜做一碗蚵一礼拜吃2摆。国民点心蚵仔底，南投云林2间店来 PK， 好食的程度，民众用一礼拜食几摆来拼输赢。